本身學校 predicted grade 係有試過 level 1，由最尾喺 DSE 攞到 level 4嘅成績。我叫 Horace，嚟自基督教崇真中學。本身學校 predicted grade 係有試過 level 1，最尾 predicted grade 都係 level 2，由最尾喺 DSE 攞到 level 4嘅成績。喺上年暑假嘅時候補佢嘅中四五補底課程，之後一直補到去臨考 DSE 嘅時候，我覺得佢作文卷最幫到我，因為佢有好多即係5星星嘅範文啦。佢有俾好多唔同嘅寫作技巧，例如即係可以教我唔同可能點樣寫伏筆啊咁樣，然後亦都提供呢個24小時嘅改文服務咯。我覺得我嘅中文尤其係作文就個成績越嚟越好咯，即係由本身可能30分、40分，報完 Amity 之後就成績一直上到去50分，甚至60分、65咁樣咯。閱讀卷都幫到我唔少嘅，因為佢有教好多唔同嘅技巧。文言文方面有教好多唔同即係 common 嘅語譯啦，然後白話文方面有講好多唔同文體，例如論説文啊或者抒情文有點樣做嘅方法。我覺得成績可能而家未如理想嘅都可以喺不久嘅將來開始報 Amity。多謝佢咯，因為如果冇佢我就應該冇呢個4咯。多謝 Amity。